各位香港嘅街坊，如果想揾一個空間闊落、環境舒適，翻去深圳、翻香港通勤方便嘅大灣區居所呢，今日呢一個樓盤咧就千祈唔好話走啦，就係我哋嘅中山德寶怡高啦。同香港寸金寸土唔同，呢度咧就位於我哋東區同埋火炬嘅黃金交界位啦，非常之好嘅一個地段嘅。成個屋苑咧1.67嘅超低密度，而且嘅話49%嘅一個園林嘅覆蓋率，非常之舒服嘅一個設計俾到你嘅。咁香港嘅街坊咧最關心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一定係佢嘅交通啦。咁第一個咧就自駕啦，呢度咧就係5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去到我哋新中通道嘅一個出入口，經深圳咧就可以往返香港。第二個方式咧就係我哋嘅一個直通巴士啦，8分鐘嘅時間你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盛景賞楓，坐我哋嘅永東巴士往返香港。如果平時想坐高鐵啦，或者係坐船呢度嚟我哋嘅一個中山輕軌站啦，同埋我哋嘅中山港碼頭咧都係非常之近嘅。而且嘅話呢度嘅商業嘅話，大家就更加之可以放心嘅，佢唔係講緊以後嘅規劃。住喺呢度咧，樓下就有街市，滿足到你所有嘅日常所需啦。5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去到天怡匯啦，裏邊食飯睇戲啊，冚唪唥全部都可以滿足到你嘅。呢度嘅在售戶型咧，全部都係大面積嘅，所以街坊們咧，如果想買呢啲大平層改善型，以後咧退休喺呢度居住咧，就非常之適合啦。而家講緊咧單價咧都係1300蚊一尺度咧，就可以買到喺中山市區嘅呢啲樓盤噶啦。我哋而家咧就嚟到佢怡區嘅4座啦，咁佢嘅示範單位就喺3樓嘅，可以見到佢呢度咧1樓係做咗一個中空嘅設計嘅，樓下咧係做咗我哋一個娛樂嘅區域啦，老人嘅一個休息嘅地方，平時喺呢度健身，全部都係提供翻俾到你嘅。住喺呢度退休度假有翻咁嘅設施咧，住起身嗰度更加之舒服。咁入翻嚟嘅話，佢嘅中空大廳都會預留翻佢一個會客嘅地方。我哋而家即刻上翻佢嘅3樓，睇翻佢嘅示範單位先。呢隻咧就2400尺嘅呢個示範單位啦，可以見到個空間真係唔錯㗎，而且嘅話佢呢度咧係做咗創意樣板間嘅，正常咧就清水交付，而家講緊每尺咧就1300蚊可以搞掂嘅。佢客廳嘅一個感覺咧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喺香港咧樓底咧正常係2.8米嘅，呢度去到3.15米嘅一個成高。我坐喺個客廳呢個位置啦，前邊對住電視嘅空間都係非常之闊綽嘅。咁睇翻佢個露台啦，呢隻露台咧成8米長㗎，可以睇翻真係。成個空間出晒嚟啊！而且望出去嘅景色咧，就係望住我哋園林嘅，全部都係南向嘅。睇翻佢嘅一個餐廳嘅位置啦。餐廳呢邊嘅話，擺張8人台完全夠晒用啊，仲可以做埋佢中島台嘅位置都夠用嘅。咁佢嘅一個廚房嘅位置咧，平時喺度煮飯，你可以見到喺呢個位置嘅話，空間都唔會顯得細嘅。正對住咧，就係佢嘅一個生活露台啦，洗衣機啊就放翻呢個位。平時晾衫晾呢度咧，佢嘅一個陽光射入嚟咧都係好好嘅。睇翻佢嘅休息區，呢一套嘅話，正常嚟講嘅話，自己裝修你整4間房都完全夠用嘅。但係呢個樣板間咧係做咗3房嘅，2個套間，呢邊咧係其中一個套間，等陣同大家介紹。先睇翻左手邊佢嘅一個工位先，乾濕分離完全夠晒空間啦。隔離呢間咧就係佢嘅兒童房啦，呢間兒童房啊都去到成200尺啦，非常之大嘅。望出去嘅景色咧，一樣都係望住園林嘅景色。佢呢度好嘅地方，仲有一點咧，就係佢每一間嘅採光都非常之好，望住咧都係我哋園林嘅一個景觀嚟嘅。做咗2間套間，呢間係第一間，裏邊衣帽間、工作室同埋2米嘅大床，佢嘅一個獨立嘅洗手間，全部空間都可以利用到。對住呢邊咧，就係佢第2間嘅一個套間啦，獨立嘅洗手間。呢間房咧就會比主人間咧細翻少少，望出去可以見到都係望住園林嘅景觀嘅。呢一套咧就2400尺度啦，仲有一隻仲大嘅2700尺嘅一個豪宅單位，而家即刻帶大家睇翻佢先。呢一個咧就係259方啦，呢個樓盤最大嘅一個戶型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真係喺呢邊跑步做 gym 都得啦，完全。
真係非常之闊綽嘅。咁佢其實咧，佢呢度咧一樣都係清水膠庫。佢呢隻裝修風格咧，同啱先睇嘅嗰隻咧差唔多，但係咧呢個面積大啲，佢係做咗3房嘅。咁佢每一間房嘅話，都係做咗一個套間嘅，每一間房都有佢私人嘅一個洗手間俾到你啦。可以見到其實空間咧，就每一間房咧都會比啱先嗰個嘅一個空間大翻些少嘅。平時咧住喺呢啲，其實就係改善嘅一個享受啦。退休居住比較中意呢啲大戶型嘅話，其實德寶怡高咧就真係好值得你去考慮翻嘅。樓下啦，佢嘅願能做得又好，而且佢嘅網球場啊，平時運動嘅地方、散步嘅話，隔離一樣有埋我哋嘅一個市政公園嘅。開發商嘅話，都係我哋中山本地比較有實力嘅一個開發商，完全保證到你，因為全部都係現樓，即買即收樓。而家嘅話仲有一個車位可以送到你，俾到你去使用翻佢嘅。咁如果街坊們咧，對於喺市區想買呢啲大戶型、大平層嘅單位，而且交通同埋佢嘅一個配套都有非常之全面嘅話，呢個樓盤完全可以考慮翻嘅。有興趣咧，快脆聯繫我啦，我帶你嚟到實地睇樓。